兄姐妹平安，平安。哇，真高兴可以一起在这里聚集。神说，依靠他的人是有福的。阿们。所以呢，凡来到当中，或者是看我们线上直播的，只要听见的人，听到神话语的人，都是有福的。阿们。我们要高举我们的手，要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神。我们邀请圣灵来，圣灵在这当中，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都一起说，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阿爸天父。所以我们周遭的人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阿们。阿们。好，感谢主。在我们要开始以前呢，我们要看神的话，在今天查尔斯牧师所分享的这一节经文呢，我们其实都常常看到、听到，可是呢，有没有去感动我们？所以我们再一次让圣灵充满我们，感动我们。在罗马书5章，好，我们都一起来出声哦，预备，开始。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圣灵有同在，我们的心就会怎样？实心变为肉心。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怎么样和好，也借着他以神为乐。他就是耶稣。感谢主，将今天这个神的话语来祝福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力量。所以带着盼望，带着喜乐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如果你这个肩头还是很硬，肩胛头做暗哈，都是表示你没信心。所以呢，我们要放下一切的重担，透过敬拜、感谢、赞美，把我们的这些忧虑卸下，用欢喜快乐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因为神一直看顾这里，我们一起站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发出我们夸胜的声音。大声敬拜，坚信不寒，全能的神愿你降临，慈爱双手。
心赞美基督你的人，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知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要无颂扬你，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节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狂喜，欢呼神永不息。我们一起拍掌，哈利路亚！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感谢，让我们口唱心和，全心感谢，全心赞美基督你的人，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知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节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狂喜，欢呼神永不息。我要全心赞美，要无颂扬你，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节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狂喜，欢呼神永不息。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节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狂喜，欢呼神永不息，一人狂喜，欢呼神永不息，一人狂喜，欢呼神永不息。让我们欢呼我们的神，发出夸胜的声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神说一人棚里就是一人的殿，我们是一人，我们在神的殿中，我们因信称义，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你的生命跟我们任何人的一个生命，我们的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都是他精心设计的。不管我们处在任何一个环境，神说他要看顾这地，他要看顾我们每一天，看顾我们的每一步。所以我们神说，求他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也愿我们的神时时的看顾我们的心，让我们的脚紧紧的跟随他，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掌上明珠。你是，我是，他是，任何一个都是他的掌上明珠。愿我们可以更多的彼此相爱，更多的去欣赏别人，更多的去接纳包容别人。谢谢耶稣，我们在你殿中，我们要一起赞美你，一起来歌颂你，因为唯有你是配的赞美。谢谢耶稣。我看见上帝的印记，我听见上帝的旨意，我愿意夫妇敬拜你，我愿意歌舞颂扬你，一切都是你的美意，从此不再有心无力，
求主赐下牛奶与蜜，引领我至迦南美地。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沉睡的珍珠。虽然经过流泪之谷，在旷野里的梦救赎。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苏醒的珍珠。我愿用尽我的全部，真心所愿，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唱，弟兄一起唱，我们是掌上明珠。你的生命是独一无二的，你的生命不是偶然的。我看见上帝的印记，我听见上帝的旨意，我愿意父亲拜你，我愿意歌颂你，一切都是你的美意，从此不再有心无力，求主赐下的秘密，引领我至迦南美地。主一起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沉睡的珍珠。虽然经过流泪之谷，在旷野里的梦救赎。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苏醒的珍珠。我愿用尽我的全部，真心所愿，单单顺服。我们一起来祷告，将你的思想，将你的想法，将你的难处，将你的喜乐分享，来一起跟神倾心吐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啦啦啦
所愿，单单顺服。再一次说，我愿用尽我的全部，诚心所愿，单单顺服。是的，主，我们愿意尽我们一生最大的努力，来单单的仰望你，定睛在你面前，来完全的顺服。你所有的儿女在你面前，不管他们有声无声的祷告，圣灵都亲自用那叹息来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代祷。谢谢圣灵充满我们，我们相信今天我们的敬拜能够进到你的至圣所，悦纳我们的祷告。谢谢耶稣，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依然站立，我们用新的诫命来告白我们的信仰。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谢谢你为我们将今天分别为圣，让我们能够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享有安息，在主日当中享受与主的同在，与弟兄姐妹的聚集。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四围的盾牌，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认识我们的声音，我们也听你的声音。求你帮助我们定睛仰望在你的身上，如同玛利亚一般，抓住那上好的福分，与你同在。求你的灵带领我们，求你膏抹潘牧师的口，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的云柱火柱。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消息报告。好，本会消息：一，本会将定于12月第1主日起，连续召开第42届长职选举临时和会，直到选举完成。为了帮助选举顺利进行，本会将定于下主日10月3日举行直系候选人初选，结果将作为小会提名候选人之参考依据。敬请全体在籍陪参会员协助配合。二，右昌教会公告，配合政府防疫政策，本会所有相关的实体聚会已陆续恢复为实体或线上并行的方式实施。说明如下： A， 本会已获得内政部核准，每次100人以内，以活动场所之楼地板面积同时间之室内聚会。B， 主日礼拜部分，每周六下午6点，青丛于敬拜中心，实体礼拜80人以内。2，每周日教会主堂上午8点，台语礼拜；上午10点，华语礼拜。实体和线上礼拜并行实施。3，每周日第3场，华语敬拜中心实体礼拜80人以内。4，每周日上午10点到11点20，儿童主日礼拜在副堂。C，本会早天祈祷会早上5点半到6点半采实体聚会。D，本会周3祷告会晚上8点采实体聚会。1，其余事工活动请依照防疫规范及实际状况自行决定实施的时间及方式，
以上，敬请兄姐留意配合。3. 下周主日10月3日下午3点半，于主堂召开10月份定期长执会，敬请全体长执出席，单位首长及同工列席。4. 下周主日10月3日为总会所定松年事工奉献主日，敬请兄姐预备心奉献及代祷。5. 本会1楼广场新铺设油漆，请骑机车到教会聚会的兄姐，停车时务力中柱及锁龙头，一力同工安排停车位。6. 本会2021年下半年度装备课程将于10月1日星期五晚上7点半到9点半起举办，敬请兄姐向办公室或线上报名参加。7. 参加10月2日到10月23日每周六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半幸福小组线上研习会的同工，敬请准时出席，地点于本会副堂。8. 本会定于10月24日星期日下午3点于教会主堂举办领袖训练装备会，敬请各牧区小组长及外展事工单位组长参加，请向区长或办公室报名，以便统计人数。当天备有晚餐。9. 本会定于10月10日星期日举行2021年重阳主日敬老活动，65岁以上寿星赠送寿桃，请于当天主日礼拜结束后向办公室领取。70岁以上寿星40年次，本会敬赠红包祝贺：70岁600元，80岁1000元，90岁2000元，100岁3000元。70岁以上名单，请见第8页到第9页。好，肢体消息。1. 生命教育团队9月底每周日上午7点50到8点40征召志工，尚缺2位，欢迎有兴趣的兄姐需有疫苗的黄卡，洽办公室吴思婷传道报名。2. 学青牧区定于10月23日星期六上午10点半，于敬拜中心举办失亲儿关怀福音茶会，欢迎有意愿前来参与服事的义工，可向名家办理报名。协会可开立关怀服务时数。3. 互助社。1. 社员消费性低利贷款15万元，利息年利率 3.6%， 月息3厘 0.3%， 11月30日以前截止。2. 社员在职军公教警贷款30万元，利息年利率 3.6%， 11月30以前截止。好，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的圣经经文，记载在创世纪22章第1节到第14节。白话字是在第26，台语在20，和合本在23。好，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这些事以后，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上帝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2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上帝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3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和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2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
我儿，上帝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上帝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前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来，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好，讲到今天的讲题是把你的独生爱子给我。我们欢迎潘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跟恩典。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再一次这个时候，你的圣灵再一次充满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生命当中，特别触摸讲道者的口以及他的心，因为他的罪恶极重，让他能够所说的话每一句都诚实，每一句都踏实，每一句都带来激励，带来神的爱，以及带来神的盼望及平安。愿你再次把这个时间以及这个空间分别为圣在你的面前，你这是属乎你的教会。每一次弟兄姐妹聚集，就让他们能够带着这样子圣灵的力量，鼓励、安慰、医治的大能，充满在他们生命当中，让他们欢喜而来，平安而去。愿你再次把以下时间完全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你的话语从我们的帮助跟力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过去这几个月是我最期待医治、恩典跟神迹发生的这几个月。大家都知道我的师母生病，那我也谢谢大家不断的为师母祷告。我相信代祷是大有能力，而且是非常的有这个盼望的。那一开始我做错误的决定，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很快会好，我们有一些顾虑，我们有些担心，所以我们不敢跟弟兄姐妹讲。所以呢，我只有自己祷告，然后呢，也透过核心同工祷告，也请这个陈牧师以及我们牧师团来祷告。但事实上，神要我们做的祷告，并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而是当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代祷的时候，当然不是人数越多越好，而是当这个祷告建立起一个祷告塔的时候，我们讲 RPG。大家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的时候，神就应允我们的祷告。神用他的话语成为信使，说2-3个人奉主的名聚集的时候，他就在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常常有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常常有神居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那以马内利的神就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策略。亚伯拉罕走到哪一个地方，他都知道筑一个祭坛嘛。记得吗？他到一个新的地方，他用石头堆起来。他说什么？这是神与我同在的象征。这是神与我同在的象征。因此，他所到的地方，他都筑了一个祭坛。这是神与我同在的地方。神与他同在，所以他生命充满平安。神与他同在，所以他能够他充满的这个安心。所以他所到的地方，他知道神与他同在。真正神与他同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sign， 一个指标，就是他得到一个儿子。以撒，这就是神赐给他的这个最重要的礼物。当他与撒拉已经无法再生育的时候，在人所看来，他们生育的欲已经死亡的时候，在看来是不可能再有新的生命的时候，神使他们的生育能力起死回生，就是预表是什么？神能够这个让耶稣基督再一次从死里复活起来，他是生命的主。所以呢，当亚伯拉罕他的生命，他所走的地方、所到的地方都建立起祭坛的时候，说是什么呢？神的主权彰显在这个地方，神同在在这个地方，懂吗？神的主权跟神同在，彰显在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说，愿你的国怎么样降临，对不对？也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启示说，是什么？以马内利的神，神与我们怎么样同住？阿们吗？当神与我们同住的时候，代表神的国降临，神的主权彰显在地上，神与我们同在。
并且他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做王，懂了吗？所以呢，为什么耶稣基督他一定要平定风和浪？平定风和浪就是当所有的这个学生他们在遇到大风浪的时候，他们充满了惊慌。这些渔夫他们看到风浪也没什么，一辈子捕鱼，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对那个风浪充满了惊慌？为什么？因为超出他们生命当中可以control的部分，超过他们能够去控制的部分了，失控了，我的生命失控了，我惊慌，我用了我非常大的力量、经验值，以及我的操作跟对风的这个掌控，以及对这个海的理解。这个风浪已经大出我能够掌控的时候，我失控的时候，这时候该怎么办？大哭啊！耶稣，我们快死了，怎么办？你还在睡觉啊？耶稣怎么看还在睡觉？他说：“我与你们同在。”站起来讲一句话说：“止了吧，静了吧。”他们惊慌，止了吧，静了吧，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平定了风和浪。为什么？因为他们所看到这个风和浪，加利利海的风和浪，不是只有自然界的风和浪。而是加利利海里面常常居住的鬼怪，在创世纪记不记得牧师常讲的这个渊面黑暗渊面，它的这个原文叫做提阿玛跟阿普苏，这是远古近东的两个大神。也就是说，很多的这个近东的迦南地的神是从什么呢？海岸上啪，这个大浪打到岸上，溅起来的水花就产生许多的迦南地的神。而这两个水神呢，就是阿普苏跟提阿玛。这两个大浪相激荡起来的，啪就产生许多的神，所以对他们来讲，湖里面是充满鬼怪居住的地方。因此，耶稣到格拉森的时候，有一个鬼叫什么名字？群嘛，对不对？然后呢，他就把这个鬼赶到什么身上？猪最后到哪里去？到湖里面去，让他们回到他们应当要去的地方。所以耶稣基督在彰显他生命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与你同在，我改变你们生命，而且让你们的能够平安度过。这个叫做以马内利，神同在嘛，阿们吗？懂吗？所以亚伯拉罕他的策略，当他最后神要求他建最后一个祭坛的时候，就说我要你把你眼睛所能看见我与你同在的这一个记号给烧掉。什么是我与你同在的记号？就是以撒嘛，他老来得子的这个孩子，这囡仔起来就大汉，突然间上帝讲献祭献给我，你知道那是一多难过的事情，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我称之为这个叫做亚伯拉罕的重量。什么叫做亚伯拉罕重量？生命当中沉重的负担。生命当中无法抹去的哀伤跟沉重，你知道吗？他从接到命令之后，隔天早上起来，他预备东西，然后要走几天路程？3天的路程。你能够想象这3天他有多难过吗？你能够想象他享受他这3天有多惊慌吗？他到山下要献祭的时候，他对仆人说：“我们去那边拜一拜，然后我们会再回来。”知道他讲这句话都是自己心虚啊。我就是要带他去山上献祭，我怎么会再带他回来呢？所以你知道他在父子爬山所走的每一步，心里都惊慌了。这时候以撒已经非常大了，他可以背起献祭的柴火，你知道那柴火多大吗？那柴火一定是非常大捆的。亚伯拉罕自己拿着手里拿刀子跟石头，他所走每一步都惊慌啊，所走每一步都痛苦啊。所以你知道吗？那个痛苦是非常真实的。师母在医院当中病痛不会放过你，24小时就是痛不舒服。你要跟他说什么？他没有感觉，他不是没有感觉，是他没有办法回应你。当他血氧太低的时候，他昏迷的时候，说：“师母加油，我为你祷告。你是我的老婆，我要为你祷告。师母加油。”他很想要加油，可是他的身体痛苦，他只能发出痛苦的声而已。夜间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站立，他没有办法翻身。细菌败血症在他身体里面到处流窜的时候，他的身体非常非常不舒服的时候，他的失血过多的时候，他的血色素只有5.1的时候，他身体非常非常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到底能够做什么？你说牧师祷告，我真的祷告。我清晨的祷告，夜间的祷告，我行走祷告，睡眠祷告，我躺过祷告，
各式各样的祷告过，可是问题是，他每次检查他的状况就越来越差。差到后来的时候，师母在病榻当中，我们还是一起祷告。到有一天，他突然问我说：“牧师，上帝是不是忘记我了？”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我眼泪流下来。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你的问题。”后来我就用这一句“上帝是不是忘记我了”，陈伟也讲到，我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答案，就是我开始改变我的祷告。上帝，你是不是忘记我了？我们的祷告嘛，做牧师的祷告就是这样的。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每日饮食所需，医治我的师母，让她吃的有健康，让她不要再有任何的副作用，帮助她能够有食欲，能够吃得下去。到后来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吃饭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再做谢饭祷告。他躺在床上，只能喝流质的食物的时候，他说：“上帝是不是忘记我？”我的祷告开始转变了，我生气了。我说：“天父上帝，你是不是只有在悠昌教会里面？你是不是不在荣总？天父上帝，我呼求你的时候，你是不是不听我？你是不是忘记我们在病榻当中还有一个人？你是不是忘记在病榻当中还有你的女儿？你是不是忘记了？”我没有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因为这是我最真实的一个呼求。从那次开始，师母她的病情开始得到改变。神要的是一个忧伤痛悔，而且真实来到他面前，没有粉饰的心。从那时候开始学习。第二件事情，回到教会服侍，然后后来呢，这个师母她打电话给我说，她已经昏迷了，非常不舒服。我的油门一败了一个，但是有人看过我的小红摩托车吗？有没有？我骑师母的小红摩托车，很小台，油门一败嘛，过去搬。我很急着快点！就有很多车从旁边超过去，快点！不是车子跑不快，是因为我太重了哈。所以我觉得我的车子也承担了生命当中无法承担的重量。我很急，然后一急之后，你知道，人哪是心情不好的，我被看拖啊。对啊，你就是很胖啊。对啊，你车子就那么烂啊。对啊，你就是没有什么办法，你才能这样子啊。对啊，然后你就开始咒诅自己，你知道吗？对，你就是衰，你才遇到红灯。对啊，就是这样子嘛。对啊，对，神忘记我们了嘛。对啊，你就继续下去嘛，反正就是这样子嘛。对啊，就很生气。油门绿灯一来，油门给吹了。越生气越急，越不舒服的时候，然后就一直在生气，一直骂，一直生气。可是突然之间有一句话出现在我心里面了，这句话就是“即便你在又怎么样”。哇，这句话我多年前听过，霍山牧师他讲到的时候他提过，他生病的时候他开车去看他的妈妈，在那边等了1个多小时，只为了看他妈妈。他妈妈90几岁了，然后推这个叫做轮椅，外佣推轮椅，他只为了看他妈妈一面。看完之后，他泪流满面，然后打了几个电话，然后后来突然上帝就对他讲说：“为什么你打了好多电话去交代很多很多的后事，可是为什么你从来没有打电话给我，要我来处理你的生命的问题？你一直担心说你不在，你的家人会怎么样？但是我要问你，即便你在又怎么样？”突然这句话就噗就出现在我的心中。对，即便我在又怎么样？我的油门放轻松了，我的心情放轻松了，我的祷告开始改变。以前我的祷告是我的老婆，我的师母，后来改变祷告变成是你的女儿。有没有分辨出来不一样了？主权不一样了。所以当亚伯拉罕在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主权转移在神身上的时候，不是我的以上，而是神的恩典，懂吗？所以他的讲道，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他所做的决定都是有重量的。他在生命最关键的时候，他所做的决定都是正确决定，而且合乎神心意的决定。记不记得他跟罗德
分土地的事情，懂吗？你选左边，我就选右边；你选右边，我就选左边；你选丰盛的，我就选贫瘠的。你先选，你知道吗？他要叫人家先选的时候，他的心理压力有多大？好吧，罗德当然很聪明，选择离所多玛、俄摩拉近的地方，那边有水源，那边有丰富的草，那边有城市，他就往那边移动。当他转身一夜往旷野走的时候，你知道他老婆会不会骂他？撒拉会不会骂亚伯拉罕？会。绝对敢咩？他的仆人会不会骂他？会，觉得哦，你老糊涂啊！你著做人长辈，你著先算就好啊！你不是加高尚的啥啊？大一直讲，但你一直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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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行？哪有看见讲伊的信仰充满稳定？这时候，神用了在旧约当中用了3次，我请你，我求你，只用了3次，用在谁身上？亚伯拉罕身上。第一次是什么呢？你观望这个土地，由左至右的观望，我请求你观望，以后你所观望的土地都成为你的土地。第二次，你看天上的星星，你能够数点天上的星星吗？天上星星有多多，你的孩子、你的后代就有多多。第3次，我请求你怎么样，把你的孩子献给我，你知道吗？因为经历过前面2次的请求的时候，神的话语一个一个应许实现的时候，第3次他不得不相信。但是神的话每一句都让他不信，但是后来又不得不相信，懂吗？神的话语常常会让你那么好的丰盛一点，我不信，但是你又不得不信。那么好，但是你又不得不信。当师母有一次血色素掉到5.1的时候，正常好像是11、12，我忘记了。然后大家很紧急说：“哇，今天早上紧急输血啊！”就护士很紧张的跑上来，看到血的检验报告的时候，主治医师他就这个要输血怎么样？就那天早上，师母还在帮年轻人筹备婚礼，还笑得很开心。然后他看说：“照道理来讲，应该是很严重，应该是没有办法做起来。可是为什么他还能够跟人家讲电话，还能够帮人家预备婚礼？”还能够笑嘻嘻的，还能够吃东西，因为有祷告，因为有神的同在。看起来很难相信的事情，但是你最后不得不信，阿们吗？超出所有数据跟医学的知识，这个叫神迹，在你的身上有神迹啊，阿们吗？好像不太相信。所以我觉得这个叫重量。重量是什么呢？你生命当中所经历的神跟神的一个这个 struggle， 一个争论，一个争执。那最后呢，你得胜之后，那就有重量。亚伯拉罕重量是来自于什么？他每一次的得胜，每一次的经历之后，都成为他遇到风浪当中能够得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他得胜，所以他知道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我最近也讲到有很多的这个题目是很奇怪这个上帝是不是忘记我啦？是考验不是讨厌啦，对不对？如果你回去看我以前的影片，我在青重的正道，然后在进中华语礼拜的正道，有一些这样子，怎么都是这个讲到题目是这一类的，因为那是我生命当中最真实的一个呈现，最真实的一个重量。如果神没有听你祷告，如果你的病情一直急转直下，那难道是神离开你，神不爱你？不，他在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告诉你非常重要的功课。第一个，主权在神；第二个，诚实以对。诚实以对，这个叫做重量。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重量。我看到这节经文之后，我就发现亚伯拉罕他所遇到的这样的重量，说你只看到亚伯拉罕的心痛，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心痛？亚伯拉罕没有完成的事情，我替他完成。天父上帝完成亚伯拉罕，为什么？因为我同样把孩子，我的儿子耶稣基督献祭在那个面前。亚伯拉罕还可以陪他的儿子走3天，我没有办法陪我的儿子走。当我的儿子独自背着十字架的时候，你知道我在天上看着他流泪。当你在医院当中，你看着你师母流泪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我也在看着他流泪？当我要求亚伯拉罕把他儿子献给我的时候，我只要你做一件事，就是我要求你们大声呼喊说：天父，把你独生爱子赐给我。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前是我要求你们献祭，现在是我要把我的孩子的平安给你们，懂了吗？这个叫做生命的重量，这个叫做生命的重量。后来我就开始做这样的祷告：天父，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我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祷告了，我也是不是第一次邀请耶稣基督进入我生命当中。但是我接受更真实的跟你求说，我老实的来到你面前，我无能为力，我没有办法，我好累。耶稣基督，你来帮助我。后来真的经历神一步一步的帮助，后来经历神一步的看顾，然后我就看到师母的状况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是中保代祷，有姐妹帮我写的中保代祷紧急代祷单，然后后来师母的状况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昨天早上她坐起来，因为她不太能坐，她脚整个肿的她没有办法坐，所以开了2次清创手术，脚非常痛。她的脚是她的这个肿起来是3倍大。我师母是很漂亮的哦，她的脚很美，她的脚很细的。可是开了3次刀，她的脚都是3疤，非常肿。但是她慢慢消肿，她可以坐起来了。然后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她就跟我讲说：“你看我坐起来了。”哇，我心里非常开心。我说：“接下来就是站起来，接下来就是能够走路，接下来就是为主做见证，接下来就是恢复在台上敬拜神。接下来就是要为主而活，这个叫生命的重量。所以我最后我记得我前一个讲到叫敬拜的大能，敬拜的大能，敬拜大能就是当然我们就追求神同在嘛，大能的彰显，在我们敬拜当中筑起这个祭坛当中，让我们经历去神同在的这样的美好。但情与金香炉的祷告，它不是只有在那边敬拜、祷告、赞美而已，而是他真实的经历神所改变这个地方所这个氛围，改变这个社会，改变他们所看见的这样子不舒服的事情。所以以撒的丰富，你知道后来以撒他全然顺服，因为他背着他爸爸所给他的生命当中的重担往山上走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以撒那时候是小朋友啊，但是按照这个叫做犹太教的传统，他们说那时候以撒已经37岁。你看一个大人，一个快迈向中年的男人了，他讲话的方式也不像小孩啊。可是他全然的顺服。后来你知道他以撒怎么样？他的丰盛，有没有？我们圣歌队有唱过那一首歌《丰收百倍》嘛？有听过吗？以撒底下敬州，有听过吗？没有？有，要叫圣歌队。圣歌队指挥。哦，来，我来唱这首。他挖了一个井，结果后来被人家抢走。他没有去跟他打仗，说：“挖他又在挖，他随便挖都有水，你知道吗？为什么？神与他同在。所以他这一生是我说的赞美的大人，并不是说我只有留在教会里面祷告、唱歌，而是我这一生都是我这一生所走的地方都充满恩典的祝福的时候，我生命充满见证的时候，这个叫做赞美的大能，懂吗？这就是赞美的大能，因为你的赞美是有重量的。我很喜欢这个我们的孩子去波斯古尼奥，那后来呢，我就说，有些孩子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做美好的生命见证。波斯古尼奥他的原文就是一个仆人弯腰屈膝的，但他是在做一个敬拜赞美学校。他意思是说，你必须要能够弯腰屈膝之后，你才能够真实的敬拜。那在弯腰屈膝敬拜的时候，他就要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叫做 koinonia。koinonia 就是神同在、圣灵同在的团体，这个叫团契。当圣灵同在的时候，这个群体就变得不一样了，这群体就变得不一样。所以我就讲说，那既然我们的赞美那么重要，你的赞美神非常重要的时候，当我在无助无力、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就开始赞美了。赞美，我就跪在床边赞美，我就骑车的时候赞美，我就不断的唱诗歌，我就不断的唱，唱到后来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又有力量了。然后呢，你知道吗？当我们心里有力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面对接下来的困境，知道吗？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不信不赞美，所以我们认不出神奇妙的作为来。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即便他们看到云柱火柱、鹌鹑低飞那天降玛纳，他们认不出神的作为来。所以当他们看不到摩西的时候，他们在山下造了金牛犊，懂吗？他们生命没有一个活出一个赞美的生命来。赞美的生命不是只有唱歌而已，而是他们时时刻刻与神同在，他们经历神同在的重量，所以他们所说的话是有力量的。所以以利的2个儿子，那不敬拜嘛？以利虽然是祭司，可是他2个儿子不敬拜，在圣殿当中进进出出，记不记得祭司以利的2个儿子？他们不敬拜神，所以他们即便活在圣殿当中，吃着神所赐给他们祭司的祭肉，他们仍然认不出神奇妙的作为来，以至于他们去打仗的时候，神处罚他们，2个儿子死掉。然后他的媳妇就是以利的媳妇大喊，刚好生出一个孩子来，就大喊说：“以迦伯，这个孩子叫以迦伯。”以迦伯的意思是神离开我们，神不帮助我们了。可是时隔20年之后，以利的属灵的儿子叫什么名字？撒母耳。打仗打败了非利士人的时候，他大叫，站在台石头大叫说：“以利以谢！到如今神仍然帮助我们。”20年之后，从以迦伯神离开我们，20年之后，一个敬拜的人，一个属灵的孩子，大喊出说：“以利以谢！神帮助我们。”因为你的生命充满了重量跟挣扎，因此你能够把从以迦伯变成以利以谢，阿们吗？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看到这个献祭非常重要，把你的儿子赐给我。从神来说，看起来是不合理，但是他要我们学习2个功课：第一个，诚实；第二个，主权的转移。讲了100次了，但是我们真的遇到的时候，你能不能做到？第二个，我们能不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赞美的大能来？即便你再又怎么样，神他要掌权在你的生命当中啊！即便你再又如何，神要掌权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我常常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非常好的这样的见证。以前我在台北一个教会实习的时候，那教会非常大，非常富有，他们停车场都停了名车。那我在那个教会实习的时候，我也自己有点飘飘然，因为他们非常非常尊重神学生。走到来就潘老师，潘老师，潘老师，但是在那个时段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在那个教会里面，我有一个非常我讨厌的一个弟兄。那弟兄呢，每次敬拜呢，他都坐在我旁边，个儿不高啊，差不多到我的鼻子这个地方，个儿不高，因为我也不是很高，但是他的就是说他常会梳发蜡，他其实没有那么高，但是他把他的头发梳起来。就那个发蜡的味道就会冲我的鼻子，你知道吗？那时候没有戴口罩的习惯，大家都是这样敬拜，所以他就在我旁边，然后他会穿上他的西装，他的西装非常的慎重哦，是那种冬天用的厚西装，但是你看知道是廉价西装，因为线头脱落，但是它有好多配件，加个一个金的盘链，当然是假的啦，加个一什么珍珠玛瑙伫个落地下面。所以他打败敬拜的时阵哦，他就会很用力的大声这样跳起来，然后敬拜哦。问题是他身上味道很浓，你知道，而且他要坐我旁边，我很讨厌他。哎呦，这个人跟这个教会实在是不配，你知道吗？不喜欢，我不喜欢他。可是后来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在街上碰到他，他推了3轮车，他在做资源回收。然后他看到我就说：“哎，潘老师，来我家坐坐。”我当然是心里是不愿意啊。就去他家坐的时候，就觉得说不舒服，因为他们家杂物堆满整间，又脏又乱。可是坐下来的时候，看到他墙上挂着一件他每一次去做礼拜的时候专用的战服，他的1001套的衣服在那个地方。然后他跟我聊天、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在认真的看见他手里所做的事情。他的手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痛风的那个结石，
所以他做资源回收的时候手不是非常方便。然后呢，他拥有据他自己表示说，他有10多种疾病，其实他眼睛也看不太清楚。但是他支持那间教会的社区儿童营100多个孩子的中餐跟晚餐早中晚餐，支持了10多年。他所赚的每一个钱，都拿去资助社区当中需要被帮助的孩子。从那一次之后，我看他的眼光不一样。我闻他的味道，我觉得很香。他的衣服，我觉得非常的好看。他的3轮车也赢过许许多多停在教会门口的那一些名车。他生命有好多好多的不舒服，可是当他用力举手赞美神的时候，我觉得他的生命的重量，他赞美的重量是神所喜悦。这么大的教会，那么多富有的人，但是没有一个人真正看到贫困社区孩童的需要。但这个弟兄他看见，他不断的用自己微薄的收入去支撑这个社区儿童营。在我心中，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的伟人，他真的彰显神与他同在。从此之后，他的赞美不一样。他很早就过世，因为他身上有很多很多的疾病。40几岁，跟我差不多的年纪，他就过世。但是我相信他一定在神的怀抱当中，因为他这一生用力的去爱神。当年我还年轻，我不太能够理解他，可是他的故事、他的见证却一直放在我心中，这成为我生命当中的重量，懂了吗？弟兄姐妹们，我们每次聚集就是为了强化，让你的信仰跟神的同在越来越强化，让你越来越能够活出生命当中的力量。当你越了解神的时候，你遇到生命当中的风暴，你就越能够安然的度过。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次聚集，我们每一次的成长，每一次的聚集，每一次的与神更加的亲近。把你的独生爱子给我，不是只有神对亚伯拉罕所提出的要求，他更是对我们提出一个最大声的呼吁，说：所有右昌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大声的呼喊说：把你的独生爱子给我。这时候再一次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神给我们非常大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再次用你的恩典来触摸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在感到孤单、寂寞、困惑的时候，你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帮助跟力量。你的掌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要再次呼求你，你要与我们同在。你要再次呼求你，我们生命要成为美好的诗歌，要见证你同在的美好。谢谢主，你再次掌权在所有弟兄姐妹生命当中，与他们同在，动工在他们生命当中，使他们的生命充满你同在的美好。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敬拜团上来，我们一起起立，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帮助跟力量。你是神的掌上明珠，神爱你，神保护你，你受创造就是为了被爱而降生。我们一起来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神。我看见上帝的灵迹，我听见上帝的旨意，我愿意匍匐敬拜你，我愿意歌颂扬你，一切都是你的美意，从此不再有心无力，求主赐下良人与你，以令我只交满美丽。主啊，我是你掌上明珠，大海里深水滴珍珠，虽然经过流泪之苦，在旷野里的望救赎。主啊，我是你掌
生命主，大海里苏醒的珍珠。我愿用尽我的全部，真心所愿，单单顺服。上帝的旨意，我愿意匍匐敬拜你，我愿意歌舞颂扬你，一切都是你的美意，从此不再有心无力。救主是下流的渔民，引领我至江的美地。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这水的珍珠，虽然经过流泪之苦，在旷野里的梦救赎。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苏醒的珍珠。我愿用尽我的全部，真心所愿，单单顺服。主啊，我是你掌上明珠，大海里沉睡的珍珠。虽然经过流泪之苦，在旷野里的梦救赎。主啊，我是你掌上明珠，大海里苏醒的珍珠。我愿用尽我的全部，真心所愿，单单顺服。我愿用尽我的全部，真心所愿，单单顺服。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祷告，为了还在病痛当中的弟兄姐妹来祝福、来祷告。特别是这个我知道师母现在在看直播，她在医院当中。Hello， 师母，弟兄姐妹家会为你祷告。我知道大家一直为她祷告，她的身体会越来越好，也有很多的卡片、很多的祝福跟鼓励，她也会越来越好。但我们也要为其他的弟兄姐妹，在病榻当中弟兄姐妹来祝福。我们也要为这个在经济上有困境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各位年轻人他们的就学来祷告，我们求主的帮助，他们在新的学校、新的学习，他们有遇到一些困难，我们求主来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的生命的开始。他们是神所爱的，他们是神所看顾的，你们也是神所爱、神所看顾。我们很幸运，我们可以坐在这里一起聚集、敬拜、祷告，为别人祷告。所以好不好？我们举起手来呼喊三声主啊！我们求主的恩典充满在弟兄姐妹生命当中。我们一起呼喊三声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在世上全在我生命当中，主啊，感觉你再次来悦纳我的奉献。主啊，虽然不是金钱，但是主啊，愿意献上我全人、全心、全意、诚实来敬拜你，因为主你是那王，主啊，你是那灵。我们愿意再次降服在主的面前，主啊，恳求你再次能够将我的主权能够交托在主你手里，主啊，恳求你再次的帮助我们，主啊，你不是不给你垂听的祷告，而是主我们祷告的方向不对，主我们自己说话的方式不对，主啊，恳求你大大来教导我们，大大的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每一天都来数算主你的恩典，因为主啊，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主啊，我们在。经过流泪之苦，在旷野里的梦救赎。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苏醒的珍珠。我愿用
用尽我的全部，真心所愿，单单顺服。我愿用尽我的全部，我愿用尽我的全部，真心所愿，单单顺服。神的心什么时候得到满足？就是当他的孩子举起手来对他说：“爸爸，我爱你”的时候，因为他看你为掌上明珠，你也真实的接受到他的爱的时候，说：“天父，我爱你。”天父他也要从天上大声地说：“孩子，你知道吗？我也深深的爱着你。”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牧师要为你们祝福，在你们生命当中真实的去经历到神的爱以及充满。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每一次的聚集，每一次的聚会，每一次的敬拜，圣灵都深深触摸你们的心。你们都能够走出教会的时候，你们有能力能够面对生命当中的风暴，因为你不孤单，神与你同在。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对他说：“主，你独生爱子赐给我，我们才不孤单，因为你居住在我们当中，你是以马内利的神。”牧师要为你们祝福。亲爱的天父，求你再次帮助我们。当我们呼喊说：“父啊，我们好爱你”的时候，你就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居住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主，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带着伤心来，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带着贫困来，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带着病痛而来，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带着各式各样的问题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我们要如同巴黎买一样说：“主，我要能看见。”主，我们要能如同那瘫痪38年的病人一样，遇见你我们就起来行走。我们要如同在圣殿门口乞讨的得了这个皮肤病的这些人，我们要得到医治。主，你要止住拿阴沉的妇人的眼泪，你要使他的孩子重新复活，重新站立起来。主，求你再次帮助所有右昌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个站立在你面前举手祷告、开口呼求的，你就应许他们的祷告。求你再次恩膏在右昌教会当中，这是充满神迹的地方。求你再次来到我们当中，触摸众人的心，好叫他们生命全然的改变。求你再次恩膏我们，再次触摸每个弟兄姐妹，每一次的聚集，每一次的敬拜，你的圣灵居住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每一次都能够面对生命当中的风浪，并且得胜再得胜。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请执事收奉献，弟兄姐妹请坐。请各位弟兄姐妹请立。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归主有。我要永远爱主靠主，是日常与主同行。所有全奉献，所有全奉献，所有一切献于耶稣。
们的天父，谢谢你赏赐我们一切所需。主啊，你是以乐的神，谢谢你丰丰富富的预备，供应我们，帮助我们也能够甘心乐意的奉献，作为一切教会事工所用。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愿你是大大的赐福你的儿女。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祝福差遣。愿主的爱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何方。愿他赐福你心灵安康。主的爱如流水匆匆，与你分享他的爱，在那蒙蒙的黑夜里见烛光。愿主的爱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何方。愿他赐福你心灵安康。主的爱如流水匆匆，与你分享他的爱，在那蒙蒙的黑夜里见烛光。祝祷，请潘牧师。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以及保守，愿上帝所赏赐满满丰盛的恩典、平安、健康、喜乐，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